所以来关心中国船伫咧金门并船的这个案件，咱国海巡署也有中国的代表协商15届，也是无共识。因为咱海巡署等等的单位今仔日要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中国的代表讲要听看咱安怎讲，若无予因一个交代，就免阁讲。在后面那台是海警船2202，后面这台是14608，来到这边汇合。金门民众伫2礼拜翕到中国海警船2个片队4只船舰伫金门限制出海来回回，也翕到咱通3只海巡舰艇伫风影中，甲中国海警船对立开斗阵。虽然动数明显差真多，不过海巡监控到对方脱离限制出海为止，也凸显这个中国快艇并船案件和金门海峡的情势相关的现况。海巡署甲中方的代表7号早起进行第15摆协商，双方会谈75分钟了后，表情严肃立场，有啊无共识。据了解，中方代表要等海巡署这相关单位摆移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有一个交代了后，才可能继续谈判。历代前也搁再延期3天，下晡会议因此取消。南方官员也陆续坐飞机返来台湾。有准备好到立法院报告的内容了吗？海委会送到立法院的报告出来，6页报告内容有关执法过程拢无讲到小龙，而且标题对全部名称金门弄船案、修改正罪、处地6级快艇事故案，引发国民党立委不满，有加提案要求主委关佩玲公开核实的，并且下令加急动员。这是行政权对于立法权的极度不尊重，并且藐视民意。所以明天我们的甲级动员以及党团大会也会做出最后的讨论提案的方向。不要把这样一个文字调整的事件无限上纲，成为杯葛议事进行的借口跟理由。民进党团也以加急动员来应应，并且呼吁在野党立委应该理性监督来问政。海巡署是发声明讲，为着捍卫执法的正当性甲依法行政的核心价值，所以调整报告名称，也强调行政机关到立法院报告以业务本质来改名，不是头一个案例。对着钓鱼有失礼的所在，愿意来接受指责。记者综合报道。